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刚陈牧师讲过了哈，不容易读，所以呢，在郑牧师准备这个讲道稿的时候，他把很多的重点列出来，所以跟你右边的人讲，要专心听；跟你的左边的人讲，不要睡着了。这个礼拜呢，要讲的是冲突孕育于心。有没有人记得上礼拜的题目是什么？上礼拜是陈牧师讲的，有没有人记得？这是值得相争吗？所以我们到底我们之前我们所读的和平使者，都是给我们一个概念性的东西，都在让我们明白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有冲突。和平使者这本书，它的第一步是荣耀神。荣耀神里面呢，它开始有冲突带来好机会，有过和睦的生活，靠主行善。第二步呢，就是我们现在进入的第二步，是除去自己眼中的梁木。上个礼拜呢，陈牧师在讲道当中说，这是值得相争吗？我要问一下各位，你们回去之后有没有在为了某些事情跟人家相争？还有吗？如果有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个礼拜，让我们自己看看，为什么我们还会这样子去跟别人在争呢？因为这个冲突呢，是从我们的内心而来的。冲突孕育于心是比较文言文的一个文句。如果把它用比较白话一点来讲，就是说，冲突那个念头是从你的心里面所产生的。可是有人说，别人都是别人惹我啊，我怎么会是从我开始呢？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来分享的，我们来讨论的。在上一周这是值得相争里面，我们再做一次回顾。有很多冲突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解决，但是有更多的冲突可以借着小包容，包容那种小过错，或者是为了神国度的原因，放弃权利，而可以很轻易的、很容易的去解决。在讲到自己的权利之前，先小心的检查自己是不是有责任。在很多的情况下，放弃自己的权利，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而且是不容神益人的冲突。要记得，仁慈温柔的态度可以避免大多数的冲突。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回顾，上个礼拜我们是不是有点想起来？那这个冲突是真的来自于我们个人吗？若冲突不至于影响关系的破裂，或是神的名义受损，那我们要学习包容，否则要学习改变、调整自己的一个态度，就可以减少冲突的恶化。就是我一开始提到的，有时候我们觉得是你的同学你来惹你的，有的时候你是觉得是别人来冒犯到你的，可是我们自己的态度到底是什么？其实态度是从心思意念的一种外在的表现，所以改变呢，不是我改变我的外在的行为就好，而是要从我们的内心里面去做一个改变。雅各书1章4节，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，这个金句里面，他说这样的一个内心最大的问题呢，乃是因为我们的私欲所引起的。那我们要如何去避免呢？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雅各书4章1到3节。我们刚刚在读金句的时候，我们只有读第1节。我们现在把1到3节再读一遍。你们中间有征战斗殴，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不是从你们百体中战斗之私欲而来的吗？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？你们杀害、嫉妒，又斗殴征战，也不能得。你们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不求；你们求也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这段经文可以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，我们所发生的这个冲突，这外在的争斗，或是跟人家的争执，其实都在于我们的内心。圣经中有提到冲突的一些源头。在马太福音15章19节里面，他说：“因为从心里发出的有恶念、凶杀、奸淫、苟合、偷盗、
妄证、诽谤等等的这些，通通都是由我们内心而出来的。雅各书4章第1节，来，我们再来念一次这段金句。来，请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不是从你们百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？是从我们的私欲而来的。所以我们的心呢，是一切的心思、欲念、言语、行动的一个源头。当我们想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一定是从我们内在的心里面，我们有一个欲望，我们有一个念头，我们才会有行动。比如说，我现在在跟各位讲话的时候，我有一个肢体语言的一个动作，一定是从我内在的心里面告诉了我的身体，我要这样的一个动作，让你们能够清楚的看到。所以，我们的内心所展现的，也是一切冲突的源头。当心中的欲望不能被满足的时候，它便控制我们，便成为那个冲突的根源，也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偶像。讲到这里，有人可能会好奇，冲突跟偶像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？冲突跟偶像怎么会牵扯上呢？所以我们要来看一看，在这本书里面，它告诉我们这个偶像的一个演变的一个过程。这当中，我们看到一样东西，我们会有一种欲望，是我想要，这代表着这个东西或我们要得到的这个东西，还不在我们的控制之内，还不在我们的手头上面。所以当我们想要的时候，是因为我们的欲望那种动力的来源。但是这种欲望动力来源有好的，也有不好的，有对的，也有错的。在座的大部分都是学生，如果今天你的欲望念头，你说我今天要翘课，我要去玩，这种欲望念头就是不好的。但是如果你有个欲望念头是，我这一学期要欧趴，我没有叫你们都要80分以上，说欧趴，这种欲望念头就是所谓的好的。所以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的欲望那种念头，是我们去执行、去做出来的一种来源。当我们这个欲望无法被满足的时候，可能会带来失望，可能我们会有很多种的一个反应。当你想要出去玩，你不能出去玩；当你想要翘课，可是这一门课的老师变成是每一堂课都点名，你没办法离开，可你又很想离开，这个时候就会有一种冲突在。那这种冲突在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要第一个是，我们可以在上帝里面去寻求满足。诗篇73篇25节里面这样说：除了你以外，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了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我们只有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才能拥有一切。在上帝里面寻求满足里面，路加福音6章27节里面记载：只要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，你们的仇敌要爱他，恨你们的要待他好。好困难，可是这是上帝的教导，在上帝里面我们寻求满足。上帝用罗马书8章28到29节这样子的祝福我们。我们一起来读这2节经文。来，请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在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上帝的应许赐福在这个地方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，上帝那里面去寻求得到满足。我想要还有另外一种表现是，继续沉溺在那种失望之中。我无法得到，我就很失望。他的反应呢，就是你允许了那个欲望和失望控制了我们的生活。现在的社会有很多外在物质的诱惑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样的诱惑，会诱惑着你说我一定很想要。我的小儿子伯恩，他今年快4岁，他最近常常在讲的一句话说：我想要去什么地方，我想要吃什么东西。可是呢，
当他想要去的那个时间是不对的时间，他想要吃的那个东西也是一个不对的时候，那我们当然无法满足他，他就在那个失望当中，他被他的欲望所控制，所以他就生气了，他就哭闹。所以当他这个样子的时候，就让我想起在今天这一段里面说，他继续沉溺在那个失望当中，他无法跳脱出来，他让那个失望呢控制了他的生活，因此呢，常常会导致有这种状况，是会自怜、会怨恨、会苦毒，甚至毁坏彼此之间的关系，进而有可能是离开上帝。当我刚刚提到我的小儿子这样哭闹的时候，我跟他的关系就开始紧张了，我们的冲突就因此而产生了。我一定要是第二个，当我想要之后，变成是我一定要。这个一定要的一个概念里面，他会说，因为这是我所需的，我需要的，而且是我配得的，有攸关我自己的一个幸福。所以他有一种很渴慕的心，很渴望一定要得到，他会用很多种方式，并且把它正当化、合理化。当我们想要达到某一件事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运用许多的方式去达到那个目标。可是这个欲望如果控制了我们的时候，当别人都看这是不对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合理化，我们会去解释说因为我肚子饿了，所以我是怎样，因为有人欺负我，所以我就打回去。那个我一定要好像是一个武装保护自己，可是却是在上帝的眼中是一种对自己的被欲望控制的一个方式。这种想法有可能是我整个礼拜工作那么辛苦回家，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，我应该享有一个平静安宁的一个状态。和平使者的这一位作者，他举了这个例子说，当他一个礼拜辛勤的工作回到家里，他回到家里的时候，他是想要享受他坐在沙发上面，很舒服的躺在那边，什么事情都不做。会不会我们各位弟兄姐妹，当你回到家的时候，你也是想说，我回到家好累哦，我今天工作了一整天，老板就在我旁边一直告诉我要做什么，要做什么。我在学校里面，同学也告诉我要做什么，要做什么。老师也一直教导我说你要怎么样，你要怎么样。所以我回家了，请你们通通都不要讲话，让我安静。如果这样，变成你一定要那样的时候，你就会陷入在你的那个欲望当中。我一定要，也有可能在这本书里面所提出来的，我是教会的牧长，会有应该敬爱我。我们要的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职分，这样的一个职位的时候，有可能是今天牧宣他当选了学青团契的会长，他就站出来说：“我是会长，你们要尊敬我，我讲的话你们要听，我叫你们去3楼、去4楼、去5楼，你们通通都要给我去。”如果是他有这样的心，他这样一定要的方式，那么我想他跟人的冲突就开始了，就没办法没完没了。所以，我们应该是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我一定要的一个想法。也有可能说，我是一个会友，我是学青团契的一个契友，所以你会长应该要来关心我。我今天6点我没吃到饭，牧宣会长，你应该帮我准备一个便当啊！可是如果这样的时候，我们也陷入在这种一定要的一个状态里面。在服事上，我们有可能比谁都努力，所以呢，我配得被表扬，我需要大家的肯定，我才能做些什么事情。这也是陷入了我一定要这样的一个欲望状态当中。我一定要是一种循环的，这种循环是一种恶性的一个循环。它当中会说到，你从一个想要当中，我想要，然后我觉得我配得，然后就认为自己有那个权利，我一定要得到。